今日我哋好高興可以繼續請到梁同學，繼續同我哋講解一下《太陽經》入邊嘅原文內容嘅。《太陽經》原文裏邊有一句係：太陽病，過經10餘日，反二三下之，後4、5日，柴胡症仍在者，先與小柴胡。嘔不止，心下急，鬱鬱未煩者，為未解也。與大柴胡湯，下之則愈。想請問一下，喺呢個原文裏邊入邊嘅心下急係指咩嘢呢？心下急係指脾塞，意思係唔通唔歡愉，而胃呢個地方實得犀利，又硬又痛，唔俾人捉摸。呢條就係講太陽病傳入少陽而出現柴胡症，由於唔用下法表邪入裏，就係少陽陽明並病，用大柴胡湯瀉下就好了。其實呢度入邊嘅內容呢，有好多都可以值得深入探討嘅，例如係點解用小柴胡湯又唔得呢？點解又唔可以試下用承氣湯呢？不過呢啲內容需要探討時間都比較長，我哋留翻下次有機會再探討啦。